这当不好，这上哪找啥呀？这唐明明明是我的儿媳妇，咋就成了他的人了呀？以后谁来管我呀？我管您中生，我叫您声婆婆，以后吃喝拉撒全归我管了。您来赶紧喝喜酒去吧啊！这是我压箱底的一块上好的知锦缎，送给你，做个大红背面，好给儿孙载上福气。这大好的东西，我可不敢要，回头叫我这没素养的再给糟蹋了。有没素养都是你的了，好生收着。置啥气啊？大喜的日子，这上面的丝线还是咱当年采的天蚕丝给绣的呢。哎，喝酒喝酒，这个酒啊，可是我公公藏了多年的好酒呢。咱今儿晚上都把它喝光，来个不醉不归，中不中？好酒啊！哎，我说唐淼啊，想当初咱一块儿给的人守得寡是吧？哎，现如今就你改嫁改得好，你说你是不是应该唱个小曲儿，让我们大家伙乐呵一下呀？那是，快上啊！还起哄！哎，我这是啊，让他癞蛤蟆吃了天鹅肉了。你们谁看着好，谁领家去啊！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呢！哎，不行，得唱，而且得两口子一起唱，不然到时候咱可怎么办了？还有没有啥辙？你们跟我一块唱。来，大伙儿一起唱。花轿喜看个三十好，今年冬走东园坐花轿笑。这才叫成亲呢！你和我，这辈子你都赶上我哥弄好的男人，你还不认？别闹了啊！人要洞房呢，叫咱闹得没气力了，赶紧散了吧啊！别散呀，一人再喝上几碗再走。来，走，差不多了。走，回家了。回家了。慢着点儿。嘞。哎，改天再喝。天黑别磕着碰着的。明儿见。我走了啊，我走了。你慢慢收拾。我这儿娶了个漂亮媳妇儿，我回家了。哎，你上哪儿去啊？上哪儿去？大姐，你认错人了。哎，就是你，没别人。哎。葡萄，爹，又起得嫩早。今儿个天儿好，我把枣啊、糟子还有黄豆都拿出来晒晒。那啥，当年圆房的时候，不是给你备了一箱被褥、
还有嫁妆吗？也没见你拿出来晾晾。咋了？又要把我当闺女嫁出去？哎呀，别人家恐怕没啥好吃好用的，抵不上咱家地多粮多。明儿个让王神婆找些照片来瞅瞅，要是有愿意上门的，还凑合。你就不怕招个像史赖子似的上门女婿，把咱家都吃穷了？吃管够的吃，随便吃。要是能吃穷了，你爹这辈子白活。爹，门外什么响声？我听进去了。哦。弄啥呀？光看见腿了。谁的腿呀？绑腿，不过跟往常不一样，往常的一会儿是灰的，一会儿是蓝的，今儿个都是黄的。好嘛，咱家后院这块太平镇上最光溜、最干净的地皮，成了各种军队歇脚的地儿了。说什么？嘘，快起来，叫住秀梅，藏到地窖里去。快！小孩，快出来！下地窖去，走！快！老婆。哪杀你呀？我呀是拿剪子剪辣椒的，中午没辣子，你吃得下饭？剪辣椒？哎，瞧你这厚皮厚脸，我剪你还老费事儿。再说了，我要杀了你，我老了谁养活我呀？剪辣椒，多剪点儿。走，阿根啊！阿根啊！鬼子啊！鬼子！快点！哎，娘，你这是干啥呀？你赶紧给我藏着点啊！这帮畜生一来，说不定都要干些缺德带毛一样的事儿。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可咋办呢？啊！来，你快点藏起来！娘，那你咋办呀？嗨，我都老树皮了，他们还能拿我咋样啊？快藏起来啊！鬼子！哎，别看！走！给我给！洛城已经被我们大日本帝国占领，太平镇属于仙道少尉的辖地。你们不用慌张、逃跑和藏匿，因为大日本帝国的统治会给你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安定和繁荣。
为了能让中国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我们决定对你们实施新的身份管理制度，为每一位公民办理良民证。这是变相对我们中国百姓的侮辱。我们是不是良民，用不着日本人来评价。啥证？良民证，良民证。安静！良民证能证明你们都是良好的公民。凡是15岁以上的公民都要自备照片来办理良民证。还照片？咱这儿连照相馆都没有，上哪儿弄照片去？誰か不满ようだな。闭嘴！有谁不愿意吗？想找死吗？哎，老爷，我们家有相机呀。这位长官，这照片的事儿啊，确实难办，因为啊，乡亲们都没有啊。我们家确实有一台相机。这样吧，我呢先给大家伙把这照片给照了，然后呢交给你，你看成吗？好，那就这样。你呢，回去把照相机拿过来，然后叫没有照片人到这儿来排队拍照。快去！让，拿相机给你们照相啊！ここの新居は誰？谁是站长？我是。你叫什么名字？孙怀清。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镇长了。大日本帝国会重新给你们委派行政长官。现在，暂时由仙道少尉进行管理。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到公所来禀报处理。有违法乱纪者，一律严惩。不错呀，你这挺漂亮的。孙老板，听说你是这里的饭粮大户，精通此道。岂敢！原来祖上是做浣纱生意的，这不近几年才改了这行。改得好，改得好。我觉得你这人很聪明的，在这年头啊，能保住命、有口饭吃的都是好东西。现在这粮食比黄金还重要啊！敢问长官，登门造访有何要事啊？有事，不过也没什么大事。这日本人来了，才是天大的事儿啊！李长官，这日本人来了要待多久啊？一辈子。他们打算住在这儿。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从此以后，你们的日子照样过，这饭粮的生意呢，你也可以照样做，不过不要跟日本人做了。哎，那是。跟我做。李长官，做粮食这生意呀，现在不好做，往往都是要亏本的。我怕亏了您呐。我没钱，有钱我也不出。那您的意思是让我一个人出？那当然了。长官，您看现在时事艰难，我一个人他也做不起来呀。恐怕是辜负了您的厚望了。你放心，我觉得你这人很聪明，又会做生意，又懂规矩，而且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路条，是一个可以让你把粮食运到任何地方卖的路条。日本人呐？当然是。我以你帮助日本人贩运粮食为借口，弄到路条，这样就大可以买卖自己的粮食。长官，这无利不起早，您这是55分成。长官，这有点忒高了吧？您看看这现在车马费多贵呀，是不是？这本身也赚不了多少钱啊。
这么说你是不想跟我合作的是吧？不是，我告诉你，你不跟我合作，很多人都想跟我合作，不识抬举。哎，长官，这老爷，你怎么不答应他呀？如今这年头，路路都封死了，有了那路条，咱就又能饭粮了。那怎么能行呢？给通番话的假鬼子饭粮，那不成了他们一伙的吗？我们儿子怎么死的，还不就是害死在他们手上？我们不能给害死我们儿子的人做生意。行了行了，都别说了，让我好好想想。这样的事儿，听起来倒像是打虐报仇的。这年头啊，啥邪乎事儿都有，传一阵子，没说头了，没听头了，又开始传别的。我去拿药，犯病了。哎呀，李长官，你可来了，里面请。你慢点。您请。李长官，您是贵人，今天我是好不容易请到您这位座上宾呐。孙老板，我算什么座上宾呢？我记得我上次拜访的时候，你还不愿意理我呢吧？岂敢岂敢！您千万不要见怪，我们是小地方人，没见过世面。您的大驾光临，我们有所怠慢，希望您多多包涵，多多包涵。说吧，什么事儿你就说，我不喜欢李长官，是这样的，您呢天天是不辞劳苦的跟着那个皇军东奔西跑的，连个歇脚安身的地儿都没有。我们老爷呢那是看在眼里，存在心里，于是就给您买了这么大一个宅子，好让您有一个安稳养家的地方。孙老板，您太客气了吧？无功不受禄，况且这么大房子，我一个人住不习惯。李长官，您怎么能说您没功呢？你整天的陪着皇军走南闯北，那可是天大的功劳啊！况且您现在又来到我们镇上安家，这往后还有很多的事儿要麻烦您呢。希望您啊，不要记前嫌，多多照顾，多多照顾。呵，那晚还没睡呢。你不也没睡呢？我得给猪准备夜里的吃食，不然瘦一圈。明天早上。日本来了，你不怕吗？怕也不顶饿呢。说不定哪天杀国军老八的来打，就又给打跑了。那一天还没等到，就得给全家人吃饱了，不是？哎，你不是当过兵吗？咋不叫人来把这帮鬼子赶跑呀？是当过，可是国军光顾着打老八，就从来没有打胜过日本人。有时候我真宁愿想不起以前的事情来，想不起战场上的那些事情，也不用像现在这么懊悔。懊悔啥？懊悔自己的稚嫩和无知，懊悔不知道理想和现实究竟这么遥远，不知道战场是那么的残酷，懊悔没有找到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彻底改变这个国家。你明知道我听不懂这些大条的道理，还要跟我说唬人呢？你懂，你嘴巴上不说，也从来不拿什么主意，可你的动作、脚步里全是主意。你就是这样，主意都在骨子里。我只知道什么人、什么事儿，在太平镇上都是匆匆一过。那么多年了，你说谁留下来了？不管啥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
还是照样活人过日子，能躲就躲呗，躲过了就过了。这次躲不了了。如果我们不反抗、不抗争，不仅是太平镇，整个中国都会沦丧在他们手里。想到啥？葡萄，我是一个军人，中国军人，我不能在家里坐以待毙，我不能看着我的家和我的家人、太平镇的百姓继续这样过屈辱的日子。大半夜的唠啥嗑啊？不去睡觉啊？嗯，去了。听我的，谁都别乱动。谁在打门呢？像是去年来借钱的老八，他们就是这么打的。游历得很累，拍3下门环，停一停，再拍3下。是借钱的不是啊？想买点粮，老乡。河北口音，是老八，不是土匪。哎呦，这时候来不是要他们的命吗？一定是在山上恶红了眼。等着啊，我去给你背粮。老乡，我们买的多，还是让我们自己去背吧。哎呀，家里没有这么多存粮啊。嘿，我这院子里啊都是闺女儿媳妇，怕是进来不大方便呐。老乡，您放心，我们是不会打搅女眷的。都回避一下，来客人了。你好，快请进，请进，哎，请进，哎。哎呀，现磨好的面粉呐有200斤，本来是想拿到店里边做点心的，剩下的就是麦子了。现磨还赶得上赶不上？谢谢你，老乡。那我们先拿200斤现成的面吧。啊，还要不要背回点麦子去？随便借个磨推推就成。麦子也行啊，有多少？啊，这么远的路背得动吗？在外头还有人呢。哎呀，那咱们不叫进来歇歇脚，喝点水？哎呀，不用了，咱们还是赶紧去灌面吧。哎，好。哎，子门，一家人。哎，这是我儿子儿媳妇，快回屋去。没事，巡夜的会进来，你们动作快点。继续。哎呀，不知道你们来呀？要不我早就预备上了。你们刘政委每次来借钱，都是事先打条子，我好筹款嘞。哎，行，小李，赶快，走。老乡，哎，那我们就告辞了。哎，我这差点还没给钱呢。哎呀，不用了，大家吃捞面条的时候能念个好就中。哎呀，不行，这些东西呀，我们将来一定要还的。只是对我现在一时困难。现在只有这5块钱，你就先拿着。不用，你拿着。小陈，来，跟这位老乡打个借条。好的。
金界。哎，大叔，你叫啥？孙二大。啊，不，孙怀清，这是我大号。啊。金界，孙怀清，200斤白面，小麦180斤，仅付5块钱，余款来日必还。来，给我。二大，我叫丁守正，这钱条你先拿着。哎，太谢谢你了啊！来不及，慢走。来，以后有事儿啊就再来。不过呀，提前打个招呼啊，也好给你们做几个油馍吃。阿大，谢谢你，你为我们队伍做了那么大的贡献，我们一定会记住的。豁出命来，我们也要把鬼子赶回老家去。我们先走了。好，你慢走。葡萄，这张借条要锁好了，你们都记住，这张借条永远都不能要债，懂了吗？啊。别怕，我在。我没有怕，我只是控制不住。这样的乱世，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人就从你身边没了，死了，怎么能叫人不胆战心惊？我知道是我不够好，不能够让你安心，但是你至少有一家人，这一家人都会好好的对你的。桌上有一封信，今天早上寄来的，你能帮我看看吗？寄来给你了，没寄去家里。什么？营虎的阵亡通知书。你怎么了？这信不要往舅家寄了。上回传来死讯的时候，舅妈还生了一场病。你别太伤心了，银虎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知道的。他把这封家信寄来给你，他早就把你当家人了。
李长官，石老板，急死了嘛？是不是？最近赚钱赚多了，高兴的话都说不出来。哎呀，我哎，对，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没有要点的事儿不要过来，不要让日本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嘛。哎呀，李长官呐，我是没有办法，咱们的粮车被扣了，现在说不定啊，那上门很快就会知道了。我是找你呀，能不能给疏通一下，把那粮车赶紧给弄出来，晚了可就来不及了。东一，按道理说，看见我发的路条，他们要放行才对呀。你拿了多少粮食？2000石啊！闹！路条上写的是1000石，你这是夹带私货！哎呀，李长官，我不多了，我怎么给你分钱？分钱，可能今天分不了。天道上尉、こいつらお前の人間だ。自分で処理しろ。私はお前が市場に囚われてる人間でないと信じてる。新藤少尉，误会了，不是这样的。哎，饶命！こいつらは関係ない。行かしてやれ。哎，你们先回去，赶紧回去，走啊！周老板。1ヶ月ほど前、我々は調査の方で激戦を強いられていた。今はこの地で城を持っている。現在、中国からの防御戦は一撃の攻撃にすら耐えられていない。我々はここで内通をし、必ずや勝利へと貢献しなければならん。ただ、しかし、まずはこのゴミの死刑を執行し、今後我々はさらに強化しなければならん。少佐、勘弁して、俺の悪いです。なるチャンスをもう一度してください。貴様ら中国人は自分の利益のためにどんな相手の懐にも入ってくる。少佐、勘弁して。星は親と子供がいる。勘弁して。本当にすみません。どうするほかない。次はお前の番だ、仙道上尉。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大日本帝国のために尽くします。私が残忍だと思うかね？哎，少佐问你有没有觉得他很残忍？不，皇军军纪严明。違います。ここはよろしいです。調査の結果、奴は無断で貴様らに会い、通行証を渡していたようだ。食料を貴様に販売していた。今回は特別貴様を許してやるが、この次はないと思え。啊，孙老板，皇军说这事儿不赖你，都是黎班义找你来做这事儿的，对吧？是。这次呢，你就不用死了啊，但是要有下一次啊！不可。我々は今後も太平地に滞在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の省庁はかつての活気を取り戻さなければならん。貴様らは今後も農作業と自給自足の生活を強いられることになる。これでようやく我が軍の次の策略へと進むことができる。他们说他们还要在这儿住很久，就希望太平镇呢以后还像现在这么繁荣。你们呢就该种地种地啊，力求自保。他们下一步还有计划。是，多谢将军。克贤，哎，先别过去，看看咋回事再说。这个人，孙克贤，刁民，本该当众枪毙。三井少佐网开一面，当街示众，就是为了警示你们啊，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投机取巧的行为，不要有任何投机取巧的人再出现。皇军会在太平镇住下来，以后我们要12分的小心，
要12分的尊敬皇军，不要有侥幸心理，听见没有？可贤，可贤，佩芝，可贤，可贤，干嘛？他是我男人，回去，回去，佩芝，喂，出来！来个试试看。可贤，可贤，你叫你游过去啊！可贤，起来喝点药。可贤，别难过了。粮食被扣，总比丢了性命好吧？只要你回来就好。这些丧尽天良的鬼子，怎么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唉，丢人，丢人呐！大伙儿可都瞧着呢，不能就这么躺下了。二大，我不是为了这个，今天这事儿，我这心坎儿过不去呀！我看那小鬼子也就是个娃娃兵，咋就下愣重的手呢？咱都可以当他爹娘的人了，居然这么没人性！这就是战争啊！这人还讲究什么人伦纲常？过去我总想着如何振兴家业，我拼命的挣钱，我想着只要我有了钱，我这后半生就有了保靠。可现在看来，全都错了，这国都没了，这人哪还有尊严？连臭狗屎都不如。这骨气呀，不能总挂在嘴上，要是跟这些小鬼子、狼崽子硬碰硬，绝讨不到一点好处。二大，那您说咋办？难道说咱们非得把这门牙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吗？这兵荒马乱的，能把命保住就是福，办法会有的。别到啊！排队！二大，陈盐卖给我，我全要了。咱家才几口人呢，要这么些盐干嘛？你不怕把自己变成咸肉啊？别挤！听说日本人可有抢吃的东西，我呀把先收起的那些东西存盐和咸菜，把它藏起来。那也不能把盐全卖给你们家，别人家吃啥啊？也不怕吃齁了成燕面糊。别抢了！别挤啊！排队啊！给我动！哎呀，别抢了，再抢不卖了啊！
爹，他们这是弄啥？瞅着像良地，不知道在弄啥。